去意大利莫德納嘅法拉利汽車博物館參觀，馬上出發！呢個博物館係紀念法拉利之父 Enzo Ferrari 而建嘅。除咗展出一級方程式嘅賽車之外，展館裏邊亦都展出咗唔同年代所設計同埋出產嘅法拉利名車，其中有幾款車型係從來未公開展出過。展館裏面仲有一面法拉利嘅個性化定製牆，展示牆上面展示咗汽車不同嘅零部件，遊客可以根據個人嘅喜好選擇唔同嘅材質、面料、顏色，通過模擬器去定製一款心目中最理想嘅法拉利。